其他仲有乜嘢啊？有咩想知道啦，婚姻健康咯，屋企咯。健康就肺喉嚨氣管呼吸系統特別要留意，就其次就少少骨嘅問題，嘅骨嘅問題唔係好嚴重。係但係最近屋企好多事情，其實掌上睇唔睇到？呢個又睇唔到嘅喎，呢個就係睇到你自己行唔行運嘅啫噃。係係啊，因為你睇埋呢你個係女朋友同埋阿爸同阿媽咯。睇下屋有冇事啊？又咦係喎，我哋睇埋佢嗰個家居嘅平面圖先。我睇下家居平面圖會唔會關係啦？呢個誒幾時搬入去㗎？應該有9年咯。哇，都幾衰9年喎！係因為呢間屋咧就大門向西北，係咁原來2004前入伙，大門向西北咧，我哋叫損財雙丁，冇分仲要倒扣，最衰嘅屋喎。咁而家東南順利坤對乾坎艮。哇！呢啲係嗰個風水啊，嗬。係啊，呢個就係財位，係財位係父母房財位就父母喎，房應該好噶咯喎。空位就喺呢個位，冇問題喎。桃花位就喺呢度。咁其實唯一一個問題咧，就係你啱啱大門向西北，損財雙丁冇分上要倒扣，因為你風水就影響全家人啊嘛。咁你運氣就影響自己啫。咁其實最簡單啦，因為而家轉咗八運，翻去換個主食爐，再擇日再重新入伙，咁可能解決到屋企嘅問題啦。哦，因為睇命嘅嘢咧就好個人嘅，通常都睇自己嘅嘢。屋企人，因為你咁多個屋企人睇唔到噶嘛。明白。睇下仲有冇想知？自己適唔適合做依家呢一個行業咯？我自己做緊設計嘅。設計咧就睇下啦，我哋睇掌咧就睇才能嘅。首先首先你個頭腦線又唔算平又唔算下垂，冇乜天才啫喎。無名指又唔係特別長，又唔係太陽優人喎。設計麻麻地喎，跟住你個性格衝動，同啲人傾兩傾咪嗌交咯。咁咪接唔到生意咯？點算啊？好似麻麻地喎，除非改到個性格啦。因為你個牙咧就向內嘅，牙向內嘅咧就性格內向。咁性格內向嘅人咧，但係你個嘴唇咧有少少上唇吸住下唇，就代表中意講嘢咯喎。性格內向又中意講嘢，會出現咩問題出現啊？有冇人答到啊？開口及係啦，開口及着你講錯得罪人，自己唔知喎。呢個行業可能麻麻地喎，不過我諗你未行運就乜都做住先啦。因為你而家行緊呢個眉眼運都未得嘅，你睇個相都係下庭呢個位，都係40至60個位置好啲，因為鼻就唔錯啦，係咪？鼻頭呢個位都有肉，鼻梁都夠高，兩顴都合格，上唇都係飽滿嘅，咁應該同個命運咧就應該一樣啦，因為命運有20年運，43行到63。係，好啦，唔該晒你關先生。唔該晒。咁師傅啊，邊組有分啊？唉，臨尾補衰咗。本來我開始嘅諗住咧，一人減1分嘅，咁就等於平分啦，係咪？不過補答案呢個補又錯，呢個仲要補錯都錯。你唔好出聲先啱啊嘛！你唔記得你實錯嘅咩？嗱，俾佢害啦！呢啲梗係水起組有1分啦。哦，咁即係風生組就咁我俾咧，你補喎，你都錯都冇辦法啦。仲要俾個朋友搭沉船。係啊。唉，好啦，咁下一 part 翻嚟仲有第2位觀眾個案嘅，翻到嚟第2部分嘅觀眾獎上個案啦。今晚第2位觀眾朋友咧就係羅永忠先生，羅先生請按獎。羅先生請坐。咁今次到水起組咯喎，咁你哋係派咗排骨妹出嚟嘅，咁你有分半鐘時間，你可以開始啦。我睇先啦。咁首先咧，就睇下羅生嘅掌色咧，其實偏紅嘅，有少少帶朱砂掌添。咁可能咧做事咧就會辛苦啲啦，事事都要親力親為。咁同埋咧性格咧就會比較急躁嘅。咁樣可能會有啲火爆添。咁如果係咁之後都同埋配埋佢個圓形掌咧，咁圓形掌通常都係配一個比較紅嘅掌嘅，咁都啱嘅。咁佢個性就會靈活啲啦，善變啦，但係個性都會衝動嘅，容易冇耐性。咁有時意志力就會唔夠堅定，容易受環境影響。不過佢個手指公係夠長嘅，咁樣可以彌補到呢個缺點啦。咁同埋其他手指咧，都合格嘅，全部都合格嘅 ，OK 嘅。咁不過咧，中指咧，右手嘅中指就有少少歪，咁控制情緒方面都有問題啦。咁配合埋佢嘅朱砂掌，你嘈嘈地咁樣就即係要自己控制下啲情緒啦。咁另外咧，比較
突出嘅特點咧，佢右手個生命線咧係有啲摺疊嘅呢個位，不過缺口咧就唔係好大咁樣咧，所以咧有危險咧都可以避得過嘅。咁另外咧生命線同埋頭腦線咧相連係超過2cm嘅，做嘢可能會諗耐啲先至做，會有啲猶豫啦。咁另外佢個頭事業線起得比較低，咁代表會早出嚟做嘢，配合佢咁計我整你個頭，配合咧有少少 M 字額嘅，咁證明都真係會早出嚟做嘢啦。咁另外咧仲有咩睇啊？睇下先。好，唔該晒台妹。我諗分半鐘多得滯添，你都冇嘢講啦，係咪開始？咁而家輪到風生組咯喎，咁你哋係派電眼出嚟㗎，咁你都有分半鐘時間，你可以開始啦。高危。咁樣電一電先啊！咁我見到觀眾咧，佢係朱砂掌啦。咁朱砂掌嘅人咧，咁可能佢忍耐力唔係太夠，同埋脾氣唔係咁好啊。咁啊，加上咧佢個食指基部咧就比較粗啦，同埋咧呢個好聲優咧都係比較粗，比較豐滿嘅。咁咧即係佢好中意咧去指人做嘢啦。咁再加上佢脾氣又唔好喎，咁可能咧就會鬧下屬啦。咁啊同下屬嘅關係唔好啦。咁觀眾佢個掌咧都好圓啊。咁即係再加上亦都好肉厚啦，咁個性咧都幾靈活嘅，容易適應到呢個社會嘅變化嘅。咁咧再加上我見到佢個手指公咧有粒墨啦，同埋咧有好似四節咁樣嘅手指公，咁啊加強咗佢手指公咧嗰個能力啦。咁手指公咁強大，加強咗呢個能力咧，代表佢嘅行事咧都即係諗到嘅嘢都會肯付諸去實行嘅。咁見到佢事業線咧最明顯咧就係斷咗嘅呢個位置。咁佢斷事業線嘅咧呢個位置大概咧係38歲到啦。咁可能呢段時間咧就會轉工啊，或者stop 咗佢停咗佢之前嘅工作，咁樣再去轉另一份職業啦。咁同埋佢生命線嗰度咧都有個斷位嘅左手邊呢度。咁有少少斷位喎，咁樣即係可能佢嗰段時間咧會係尤其是呢個後天啦，咁30歲之後可能會生命有少少危險啊。咁好彩有生命輔助線輔助可以大步攬過嘅。好，唔該晒電眼。係咪咧？分半鐘多得滯啦，冇嘢講啦都。都夠時間喎，咁不如即係睇下羅先生嘅背景資料啦。羅先生42歲，98年佢放棄咗一份高薪穩定嘅工作，同朋友合資做建築生意。因為經驗不足同埋唔信朋友，05年失敗收場，蝕咗200萬，最後要賣樓還錢。羅先生突然間失去咗金錢同埋事業，唯有打返工同埋搬返去同屋企人住。人到中年，事業、金錢、人生，羅生有冇機會再次贏返呢？師傅點解今次兩個弟子？今次兩個弟子就水起組就多啲嘢講。其實未講晒㗎。嗱，所以咧嗱，你哋講嘢慢冇辦法啦。風生組咧，時間剩喎你。係啊，兩個都啱。不過你好似少個人好多嘢講喎。我想話佢咧心臟咧都可能有問題，要定期做下檢查。嗰個係朱砂掌都啱嘅。早做工35至38，38。呢度邊度係38啊？我專登寫啦，最多啊33攞嚟講有講噶嘛。如果事業線去到呢個頭腦線交界斷咗，再延續呢個位就38至40歲啦嘛。佢嗰條可能喺呢度同嗰個頭腦線，哇！呢啲年叫你養佢都慘咯喎，養多5年先到38喎。呢個應該就唔啱噶啦。咁其他圓形掌啊、朱砂掌啊、手指公長啊嗰啲全部啱啦，係咪？啲各個手指都合格啦，手指尾都叫合格。咁生命線就好多上升線對身體有幫助，點解冇人講嘅？右手生命線你就個個都講去接掉，呢個啱嘅喎，即係有生命危險3至40嗰段時間容易遇到個危險啊意外，有生命輔助線又避得過冇問題。咁啊右手先至係有條斷噃，可能就嘥你係左手喎，你講緊呢條噃。唔係，我講右手佢嘅生命。係咪啊？講大話。係啊。右手佢就啱啱呢個位斷咗，嗰度就可能係38前後容易事出現個轉變，向你另一條路發展。感情線咧就
川向